嘛新北市的新店，这个警察掠毒犯是惊险万分。这警察发现一台车真可疑，果然对方是拒绝临检，加速度来逃走。这警方随驶警车落追捕冲浪，然后卡破这个车窗，甲车顶两男一女甲救落来。原来这个男乘客是毒品的通缉犯，嘛伫女乘客身躯顶超出着毒品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、甲松石烟弹。继续临检想要走，阁无袂记拍方向灯，想要靠翻头，和警察车就袂着，原警这时打油门直接甲弄落去。下车！下车！下车！抓住！下车！轿车被弄一个是180度，要过这个驾驶油门阁想要走，要过去路，拢互警察车挡掉了啊，袂顶袂动，玻璃嘛互警方卡破了了。下车！下车！下车！抓住！因为车失南北才讲要配合，要过3分钟前却成亡命之徒，不管讲车有偌济，油门一直站，险弄到无辜的车。在这条路上已经有兜了2圈，有一点恐怖啊。然后追逐到这边的时候，3台警车一起来，然后车子就退不出，进退两难。有一个警察很厉害，他把那个车子的玻璃窗敲下来，压制歹徒。车顶有2男1女被扭出车外，压制逮捕。这个场景发生伫昨暝新北市新店的中正路甲中兴路口，加在无伤到无辜的民众。副驾驶是毒品通缉中，乘客虚拟毒品案、群案经侦讯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除了一日副驾驶座这个查甫是通缉犯，后座这个女乘客嘛被查出海洛因、安非他命加宋氏烟弹，有灭毒品的可能。有关负责赛车这个朋友虽然无牵涉到毒品的案件，也过协助逃走，沿路过一直弄，牵涉到公共危险加妨害公务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